倒影 KTV。我们家的龙比较大，不要虚我。怎么样？放好，看拿到什么歌。每张的唱山哟。你试一下。两双连连看。好对路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唱哪里？我现在唱哪里？两双走上脚。停！好，你看，三点。再拿一个新的。他点刘也。哎耶！go！加油，齐娜，加油！我们快赢了！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強下來。恭喜朋友睇到我羅斯峰哈。今本迄人咧端午節特別計劃啊。5月節了，又到了。5月節又到了，哎呀，這個講到5月節啊，大概都是粽的啦哈。哎呀，但是粽的粽食好吃啊，但是也不要吃太多。嘟好就好了，潮朋友喺5月節。哎呀，今本要連假。連假哦哇，大家應該都很開心了哈。當然哦，對，連假嘛。連假的特別節目，所以有請到特別來賓。冇錯。特別來賓就有分吹兩吹。今本要進行 PK 賽咧。係啊 ，PK 賽，好高嘅啦，玩遊戲節目哈。有獎金的哦。要有競爭的那個形態哦。果從節目變到玩遊戲節目所以我們鬧熱打擂台是多功能。很多功能的節目啦，係嘛？對。做得衝過又做得了比賽。係，分到鬧熱吹，擂台吹，兩吹嚟 PK。來，我哋先歡迎鬧熱吹嘅來賓。謝謝。還有賴本座。哎呦，三億之光。權。哎呦，哇，花蓮之子。洪思權。哎呦，屏東之光。哎呀，張馨予啊。你幹嘛？來啊！他們都往那邊，你為什麼往這邊？當然啦，就是像磁鐵嘛。我有這種引力嗎？哎呀，對呀，他是隊長啊。他是隊長。哎呀，那是隊長。空缺，他是副隊長，你是隊長。對，你是隊長。我隊長。用啥做人呢？空色的呀。那我們加油啊！好了 ，Give me five, give me 10，好 ，Give me 卡稱。我们要退一下吗？我们需要退一下吗？沒有，有沒有開心？會吹你嗎？還記得嗎？哇，還有對，這樣。沙樂朋友們會吹啊！下家庭，沙樂喺前面，可以好，好嘛，老師，有聲音。來吹，錄一塊吹，耶！一看這個戰隊顏值，你看一比下去，你看我們顏值怎麼了？蛤蟆都來了，你看怎麼了？對啊，這也是鏘鏘的，你看，對啊，我們比的是智商，不是顏值啊，就是智商，我們顏值也沒有輸啊，蛤蟆王子哎，有沒有？你們誰能跟他比？啥說的沒有？沒有，這個我們讓他，但是我們要對呼啊，對呼有笑話來嘛？我們的精神，好來，呼一下，來，先讓那人去先累了。好嘞 ，1 2 3 go， 強下來鬧熱，強下來鬧熱，鬧熱上來了，耶！是鬧熱。我覺得好熱，有嗎？有嗎？哎，你擂台去，準備好嗎？哎呀，我養好不好？哈，預備。咱們信心，因為贏的有獎金哦，而且是
高额奖金哦！高额哦，到底多高额我也不知道啊。知道。反正端午节我们有特别的这个奖金呐，好不好？进行第一个单元，哪个东西来？第一个单元就赢挑战赛。讲一下个游戏规则。唐多人，你跟罗哥吹哨音的时候，我们抢答，累计分数清到个吹5号就得到100元。不是假的哦，不是假的哦，不是假的哦，不要笑。好了，那我们请齐娜赶快出题了，好吧？好来，第一题先唐矮冲条狗。哎呦，大家最爱的这位唐冲国语，来，哎呦，好熟悉的一首歌啊。夜春天暖阳，太阳落洋洋。阳谷空有别冲天，家中的阳。阳梦的阳光酒，白兔青碧空。好顺靠路咱故乡，总好把良辰。顺靠路咱故乡，总都怕良辰。好了，出题嘞。V 的话，那个端午节特别下来的歌词。好了，你赶快出题来。好，题是问答题哦。准备又抢了。等一下，不要，我要吹。要听到罗哥的声音哦。听到我吹，你们才可以抢哦。对哦。那先来出题目。5月节嘿，农历的几月几号？放归。雷退去。机灵一点。他们很多顺通很等一下。对嘛，阿勇就喺擂台出嘅。好来，请作答。好来，1、2、3，5月初5。5月初5，答对咧。好，下來聽一題咩問答題哦。5月節係紀念投共嘅愛國詩人屈原，請問係哪一條公？哪一條江？走嘛，奇怪，看起來都冇同。你尊重我一下。對啊。师傅然後啦，對吧？有自己對，專用的，奇怪，他們好像自己在隔壁包廂，別熊來。好來，請作答。老爺吹，搶皮他。汨羅江。按哪個題目？答對了。恭喜答對啦！下來第3題來，係選擇題哦，聽清楚哦哈。請問中誒，在古代有很多馬個名：1. 角黍，2. 米角，3. 肉果，4. 米果。請羅哥吹哨，開始搶答。會過100嗎？真的好難哦，會過100嗎？聽清楚了啊！聽清楚了哈！聽清楚啊！聽清楚啊！聽清楚了哈！聽。哦，然後要去得到他提嘅題筆。好了，請回答1、2、3、4。第三是哪一個？對，我們猜是1角黍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以前國中國文課本有搞過啊。那有石頭溝嘞？真的嗎？對啊，我還以為是米果嘞。對啊，不是米果嗎？我以為是米果樹，不是旺旺的嗎？啊，角黍啊，角黍，角黍，扣停，再給你次機會。真的啦，確定啊？真的啦。哎呦，恭喜，然後要去他對嘞。有在讀書的，哪講法？我們開始來了解一下啦，吼，就係春秋嘅時期啦，吼，嘅大家就用嘅種嘅葉來包做嘅黍米的形狀，叫做角黍。
后来就编词讲，哎，中诶，杀了 TC 杀了体 TC 体嘿，中诶一般来讲，嘿三角形，中嘛该中诶外状形状为什么会是角为主呢？哎，来选择题哦。一象征牛角，表示祭祖。听一象征剑，表示勇猛，跟罗哥一样。好。3象征果实，表示丰收。4象征塔，表示天空啊，健康。哦，是一个选择。难选啊，这个。英国太奇卡有唐清楚哈。这个真难选。我们让他们，哎，让他们，要注意一下。站立抢答。哎呦，猜错就算了。1、2、3，喜欢哪一号？好，喜欢橡皮摊。我喜欢3号。3号象征果实，表示丰收吗？对，其实很有道理。对，要不要改答案？不要，不要吗？确定？胜负你负责。对，扣定答案是3吗？确定，确定。好，恭喜闹夜区答错了。我就说他吹就有心机了啦哎，你要透露一下，我先称哪一个？你是透露3是错的哦，3唔黑哦。1、2、3，1。为什么 Number one， 走马黑。为什么1？陈伟如为什么？牛角，你现在在干嘛？牛角，你现在是在整理你的脑波吗？还为后面的暖身。一般跟时节都会有这种3声什么触的，所以牛角就黑。哦，他取不到牛角，然后他用包粽子把它包成有个角状，哦，就代表牛角的感觉。形象会被我讲牛的意思就错了哦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哎嘿呢，恭喜你去答对了。陈天宇讲的没错哦，哎，因为某办法就会加用你们精神嘛。牛算是祭祀神灵的物品。对对对。鼓手就用钟来代替。哎，恭喜吕腿吹带到1分。好来，按你目前2比2哈。2比2哦。加油！好来，稍后来题请重约哦，吼，稍后来题，哎，本台这个看一下哦。好。哦，他家有看到2、3种相片嘛，吼，2、3种相片，迄毛强用个国家嘅种诶，他这个有哪个牌的嘛？人家说，用吹有牌诶，就是对应的这个国家，毛强用国家嘅种。哦，叠上去，嘿。哦，看卖叠喺青岛，知道？看卖你较冲了哈。好，有3个国家哦，他这个走在其他出来。好，2队一起做吗？一起出来，好，他家各派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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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派一场出来，来，我这边副队长黄新宇，哦，不一样，答题先打，哎呦，第一题就某 Q， 哎，那后面有双面胶，哎，日本、菲律宾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没有默契哥，哎呦，完全冇空用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了，好来，两区团抽一早就要第1分呐，好，看过，好来，第一个，很日本2区都冇得分，2区冇得分，哎，跟日本打在第一个就冇得分哎，喺菲律宾，菲律宾开出，对，第3区，第3区新加坡啦，新加坡全部以为娘惹嘛，娘惹，这个就有点像娘惹，花枝粽，对嘛，哦，所以啊，这个目前是各答对1题，恭喜。这3个国家的种的哦，用蛮猛用用。日本的哦，请开始的时间给你讲咯，西来的节，男孩节，有西来的家庭会挂出那鲤鱼旗，有没有？这种。哦，所以他长得跟男孩的下面男孩的状态是一样的。对，牛角，公爷姐，在非洲很多国家，那种土著有没有？土著其实他们都把牛角是套在他们生殖器上，对，保护吗？也算保护吧，啊，也是一种象征雄性的，漂亮的意思，对。
这是真的啦，哎，我没有在乱讲。没啦，你啦，这方面的知识你渊博见你。哎，好来，菲律宾越南嘅部分咩係是2種嘅，因為菲律賓嘅人吼特別好食粽嘅，記得唔單唱係5月節是咯，還有聖誕節也是。所以他們也有端午節日差不多。哎，記得沒有5月節嘞？哦，真的。那個菲律賓跟那個越南的商店都有在賣，都有賣這種粽子，是不是？好，啊，沙落喺新加坡，哎，有那法子粽。花枝粽，哎，法子粽用花枝是那个海里面那个花枝，有像没有啦，真的，就是法蕾花蜜花枝做出来的，它的颜色会用法子蕾来染的颜色。哦 ，OK， 那个各得1分啦，各得1分，杨目前还是平手的，还在讲数哦，哎，好了，哎，3号人因为想冲一条狗的嘞，好了，再来带来一首歌哈，哎，也还一出哎剧嘅主题曲，有台嘅节目，而且还是很久以前的节目。哦，对，轻易的就答出来的是有点年纪的。我想我们擂台队比较有深度。搞不好连我都没听过。哎呦，有可能哦。哎呀，来唱了一下，哎，冲了就敌嘞。如果没有听过，就把它当新歌来听嘛。哎，不得了，2条狗哎。就好像有一些老笑话，年轻人都没听过，对，他们也觉得是新的，好笑，对不对？哈，老艺人讲的笑话有时候也很好笑。是真的，哎，不要对号入座，我没有说谁，我没有说谁。来，这首歌很多千年等一回。哎，可以吗？用屁孔攻发。哎呦，没想到你也可以这么的哈，柔情似水，柔情似水，白娘子。你是赵雅芝，他是赵雅芝，雅芝男那个雅芝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灯会，灯一回，我是心雨灯一回。好，3轮。哦，第一个题目是冲他的哈。前言等一回，就会调下给大哥的。演冲很慢人。哎呦，大家演冲哎，你们没有听过，你们会知道原唱是谁，我就不相信。吕可吹，哎，吕可吹呛比他2个题目。我们的智囊团智囊谁？团长，5、4、3、
你为什么会知道？狗生迷，英国黑吉的啥？英国黑吉哈，当雨他爱冲黑吉哈。嘿嘿嘿。哎，这个线索很对哦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好，安永珠恭喜恭喜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狗生迷。好，沙哈落去选测题哦，听一题。帕萨村里尾度的主角，拢嘛个名。一吴淑珍哦，2白素贞哦，3素还真哎，宋还金哎，我觉得应该是这题答错，我觉得打屁股，哦，大师傅嘞，大师傅，闹夜吹，闹夜吹，我还年轻，我还年轻。哦，好，有上到嘞哈，两题，干嘛是上？给你答。一啦，宋还真对不对？吴淑珍还是一啦。哎，好，请作答。来相亲，讲比他唐怀咪吗？白素贞，确定不是吴淑珍？他很好的现实。哦，永义闹夜吹，他对嘞。这个淑珍女士，对啊，这个前总统夫人坐在家里也中枪的，就是被我们制作人处理。阿扁，哎，阿扁精神很好，哎，我精神很好的时候我都会抖手，我精神抖擞。这唐崇盛教我的。这还蛮有梗的。好，下来第3题。天师卡，哎呀，除卡哦，新白娘子传奇哦，底波度南务助攻，许仙还有白素贞，分别黑马撒演给啊，黑马撒啊，跟马撒会抵啊哦，大家看一下荧幕哦，男女无胸片都得宽了哈，一个宽得出来谁是许仙谁是白素贞吧哦，宽得出来哈，OK。OK， 走对啦。我们提示这么明显。对呀。没有。有讲给小朋友唔识记。哦，准备好吗？哎，我抢到。哦。容易擂台吹。OK。好了，许仙是谁？许仙黑马上。许仙黑。真素偏给。我知道啊，有那么名啊，真素。我名呀。我名的呀。黑马撒演给啊，罗英老师，真的蛮像的。罗英老师，那个白素贞黑马撒，那个李秋霞，立秋马欣赏，立秋马欣赏，我觉得这一题你这样回答，可以把前面2分都扣掉。你们其他人都不知道吗？真的假的啦？我跟你讲，以前这2位都真的很红，很红吗？但是他兄弟，右边好像叫童什么忘了，就2个字。有个左边这个是小李飞刀那个女主角。哦，小李飞刀吗？啊，叫什么名字？5、4、3、潘，姓潘，1，我算了，时间到嘞，用 DV 就不能那个。让叶吹来回答，临时想不起来。左边改为叶童，叶童，对，左边是赵雅芝，赵雅芝，永玉，他对嘞。他老师不得了，小李飞刀，他是楚留香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这样，他们2个会很难过。对啊，罗英老师跟李秋老师。TC 题系选测题，好，他傻说底部度的许仙听信法海，在5月节的时间，用马该本白娘子现出原形。第一，香凤酒；第二，香包；第3，耶；第4，卸妆油。啊，所以呢，1、2、3，我选成哪一个嘞？哪几个嘞？哪一个嘞？你来1、2、3哈。哎，好忙哦。我要离罗哥远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突然扫帚大声，很大声，被吵到了，吓到。哎呦，声音。你看每一次都这样撞着头破。哎，哎呦，恭喜闹年。来，还没有，闹年吹。要请作答。对。还有，抢题看1、2、3、4黑哪一张？第一个雄黄酒，雄凤酒，雄黄酒吗？是不是？应该是因为第4个谢中游应该是对于
现在的女生，以前的女生可能要用菊花哈。现在女生用卸妆油卸出原形。对，用恭喜你脑叶吹，他对嘞。对呀，好，每一次过年好像大家都会，不是过年，就是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去买那个雄黄酒。对。对啊，不用那部卡就可以趋吉避凶。嘿，还要挂那个给买个草，艾草，嘿，因为个白素贞偷吃，哎呀。铲除精啊的仙丹修炼成者，他为了报答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，就化为人形。铲除精转世变成法海，不是变成尤少奇，上法下海大师，他再转一世才变成尤少奇。为了报复我们白素贞呢，才让许仙喝下雄黄酒。哎呦，不，让白素贞喝下雄黄酒。所以尤少奇老师是法海的后代，对。好了，我们换下一题的关主题啦！欢迎你跟罗莹莹先生。大家好，你也节快乐！有奖。眼尖呢，难道就内务比配有钱改了？对啊，又去牙班呀，青叶班了。还有那个羊有没有气体？气体没跟他出来呀？好了，哎呦，我们很开心的可以请到我们这客家界目前学历最高的我们硕士。客家界的老师啊，对，因为金奖的颜值担当，係因為變下潮長要安樣應該，冇，不能來講。我年輕的時候多美啊！年輕的時候。好了，準備好，出一下，大家有彈清楚咧哈，我要出題咯，第一題，請問藝術三太跳有幾隻詩？好嘞，詩哦，一道隻詩哈。快速算哦！快速算咯！一隻詩呀，兩隻詩呀，三隻。哎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他讓你哎，他讓你拿走才算啊！他是陈奕迅的菜，陈奕迅的菜，哎。你是中央空調型的嗎？啊，你是中央空調型團的。來，老記一下吼，哎呦，就會腦葉吹了哈。哦，是不是？腦葉吹都得避開一下。好，來，請回答。這樣說他一首哎，他說一條三太跳，一束哦，有幾隻？有多少？28。你是8隻4吧？47。7是28吧？7是哦，7不是32。7是36。7是36。36对不对？多少？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呦，表演脑叶吹，他对了，答对了，有信心嘛？你是8隻4，小
小2好不好？九九乘法。为什么要28小時？要唔3當24？哦，要。咩啦？其實運動講就你一下民間流傳嘅係算起來一數係28小時。不過呢，在你係正確嘅你係學術，就是學術界哈學術界來講啊哈，其實運動係56小時，因為按照四季8節，四季8節就係一數3個。四季就係28數，28小時。8節就係8加8節，加迄個8節咧，就56小時。四季加四季按到8節。56小時張完整。完整咧。唔過呢，我流傳了下按到一數係28小時，係因為。以前嘅田傳業比賽，嘅青島人報名嘅時間，最多嘅時間8人殺，落3個就8人殺，兩班3個只有8人殺，係所以就嗰種28就好，等到結賽嘅時間張48節，56小時，就像現在有這個海選，有沒有？跳抖音呢？跳抖音的有的人上來就只唱一句，冰雕就這樣，唔過先按講咩咩算抽啦，因為你下流行嘅就會28小時。初賽我就是先背28，對，回家再背下面28。一班數，開單開班數。係講3個四季8節幾多小時就56小時。四季8節有56小時。了解。好了，下來就下一題咯。全國青態嘅客家山歌比賽，當年嘅主動盛大期盼，請問係啲哪一隻建議嘅前後來期盼呢？有一隻建議，你客家嘅建議咯。前後。家有講到啊？有啊。有啊，個題目題嘅。多少落寞惆悵都隨晚風飄散。我搶到。你快追。都隨晚風飄散，遺忘在向前的小路上。嘿。好，他沒有。加分給你。請問係啲哪一隻建議嘅前後來期盼呢？有一隻建議，你客家嘅建議咯。前後。家有講到啊？有啊。有啊，個題目題嘅。哎呦，盧坤君，行咯，像咧嚇。他用槍，盧坤君。再用下動作咧嘛？做得。大聲講來。田傳業。長燕醫生，田傳業。沒有，蔡偉如自己在搞自己的，大家要1、2、3，自己們田傳業。田傳業都在喺演出一度哈。長燕醫生，所以人個客家人高人高到田傳業。係。以前嘅民國56年嘅時間，就會辦田傳業嘅比賽，流行到兩下。哇，52年一次都兩下假。比我們鬧熱打擂台還久嘞，鬧擂台不到20年。他記得青年陣哦，兩下吼，一次到兩下，不管田傳業係唔係要讀到上課也係上班，還係愛長燕醫師來辦。沒有自己嘅精神，就會客家人就會撩到田傳業。我衝山歌啊，唱山歌看太戲安尼。哎呀，有就恭喜你個擂台吹得田傳業。第三題，睇起來可以哈，兩隊表嘅哦。看清楚哦，來出問題咯。請問倆 CV 哈，哪一位係你腦熱大擂台第一屆嘅衝槍組嘅20關關注？第一屆哦，長青組20關的關注。好來，看一下。對啊，這4個人都出問題了。羅哥知道嗎？羅哥，我當然知道。羅哥應該知吧？你還記得嗎？別主持人啊！從頭到尾冇變問題咧，你。哎呀，我們這節目因為羅哥而存在。好，還有兩題我會搶答哦。搶答哦。1、2、3、4，你看清楚嘛？那4個人來。看清楚嘛？那你的製作單位冇送兄弟，就是要讓大家傻傻對。請隊長答。請隊長答。隊長，不行，隊長不行。我知道，弟弟啊，來聽第一題。沒馬啥，先吹一下。我選擇
那个1号，1号吗？Number 1， 1号黑啊。他感觉比较老，应该。某一天黑吗？黑1号吗？哎，客厅感觉比较老，吃到。哎，他才58岁。2号，1号吗？客厅，2号，客厅哈。客厅。那我哎，他68岁呢。4号比较常看到。常看到那一定缺钱。确定一个。3号最老了。1号吗？你不要1号啦。我们的2号来揭晓一下哈。黑嘞，就2号黑，听2号黑。黑毛。肾价甜先生，唔错。你讲。哎呦 ，TV 就来到你的轮回追咯。来追，请作答，好来1、2、3， 1号吗？1号。刘少奇老师一听底嘛，哈。哦，顾福公先生。3号呢？嘿，你给我不得了，客家之友，你客家天师队哈，傅凤琪先生，佢来过几多摆？20擺嘛？差唔多20擺。20擺，你禮拜要開線咯。要開線。這個準備看到幾好 ？BCB 係你嘅總水松先生，咩？你傳統同志你開嘅先生。哦，顧福光先生啊，也係很多主動田傳業比賽有得名，所以佢也係三國王之一。哇！其實咧，鐵嘅按鬧一大擂台一開台嘅時間，其實來比賽。可以用是安尼賽制誒，從體育館到20館，唔係從下有變化過。從強組的啊，也一個兒童組的啊。他就是一直過關斬將，某人做的演技，然後他就是特別的突出。他就是他的造型，招牌就帶到某誒，因為佢光頭嘛。係佢哋很衝得清後咧，82歲有84歲嘛。前一部嘅都是特別企劃節目嘛，還有唱起來的節目80歲，哇，那聲音還是懂洪亮，真的懂厲害。沒錯，顧福光先生係你嘅 TV 關注。真的好。再來唱尹先生過來吹題。我過來唱歌啦，好，過來唱歌，好吧？好。來唱一條歌，題目才歌詞動作。哦，歌詞你要對我講清楚哦。來，一條歌叫做《樹盤法樹芒果來》，來，請老師。上到安尼录音老師要看歌詞才有辦法唱啊！歌詞可以唱。
对对对，请问一下，罗英老师刚在哪一个字跌倒？唱错。罗英老师的丑衣在哪里？昆虫红。清明还会乱音哈，他差点丑二。真的，你人凶哎。按肯定不能唱啊，不唱唔唱。爸爸呀。哦 ，OK。好嘞，要出题了，我出题咯，准备好了，然后要谈清楚了哈，然后出题，请问亚条狗诶，有冲到哪条法？阿妹爱，有冇弹得出来？啊，走的啦，走的了哈，走的了哈。有很多花吗？刚刚要给一点点提示就只有一个花。三种法。你们这样听得出来？弹得出来有冲到马开法？弹唔出来要去唱啊！哦，那表示那个人真的弹得出来吧？表示认真他，有认真他，哎呀，表示罗英老师唱到有章，有章，马萨讲佢冇章，係冇？好，我哋就唱佢吹嚟 fit 睇下。好來，哪三種花？梨花、桃花、梅花。哦，团长夫人，梅花、桃花、梨花，係冇？確定嗬？確定。恭喜你嘅擂台吹，答對咧！好，來第二題，下一題。請問歌詞的位度，哎呦，一共衝幾多擺？哎呦，好難哦，唔該。那太難了吧？是真的要猜了。哦，東南。為什麼？有照單多辦嗎？為什麼腿軟？太腿軟，你剛剛覺得衝太快了，我偷跑了，偷跑，那還蠻善良的啊，偷跑那個，走丟他明明是腿軟的。還有劉先生拿到嘞哈，像人連當一啲去比他呀，5次500，有嗎？有5次有這麼多嗎？怎麼算？有按多拜嗎？沒有那麼多吧，3還是4？對呢，好聽好，搬壓可能超過100哦。哎呦，沒一朵，它是拜呢。哎呦5、4、3、2，好，你給，來給你們沒有個時間，7、那個哎呦算一次嗎？哎呦，就算一次，5次500嗎？5次，好聽哦。對呀。永遠你跟鬧煙區，答對嘞。不止吧，不止差點被心雨害，因為很多次啊，不止5次，不止嗎？加上回音嗎？不是，哎呦1次嘛，然後唱2遍，哎呦這就2次，哎呦3次，哎呦4次，4次，哎呦5次啊，5次，那後面還有重複不是嗎？沒有，歌詞哪裡看啊？你不相信就5次啊！我這個答案早就5次哎。好，我們跟他一起唱，我們挨到7次啊，還有7次，挨7次啊，零後的錄音嘎，自己要算背痛算下去。哎，恭喜鬧煙區的太厲害了。好來殺下來，明星3、2，好。哎，你其實題目比完，你要不要給我們加分題一下？哎，你先從來播一隻鳳寶，好嗎？哦，基礎衝口，基礎衝口，哎呦，鳳寶題，好來，鳳寶題哦，好，這個番蔥，絲番蔥，所以其他都沒有甜甜好衝出嚟。嘿，用吹吼要衝一擺哦，明星3來評分哦，兩個吹都得到鳳寶。哎呦，好，英老師大沙油哦，當評審都差誒，因為英米講到那邊衝到好，嘿，就不那一吹。好，好來，衝，馬該跳誒。三個字，你三重嘅，來3重，你三重了。羅大姨，好，安樂是那公啊，四港哎，愛主來黑香羅那。哎呦，你還跳嗎？偷流看那座啊，年起身來不羅那。沒有，我今天唱對嗎？
来出体育机长冲，体育机冲不出来。今天有四季都还可以啊。对，两机，啊？两机啊？两机啊？哎。楼台很多事嘛，碰啊，挨住了黑香楼，对，没有啊，司机啊，叫什么？其他黑贴丝啊？贴丝啊。两机啊？两机的哦。我在努力，我要变4机，好吧？司机，好，刚才示范8节，然后再继续8节，好不好？好来，要不要前奏？啦哩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啦哩啦，嘿！是风住哪时啊？数十六宫哪？示范哦，有人冲两机哦，真的要跟着唱吗？两机红柱子，来，好，请到乐队先唱，好来。跟我冲哈，不哦，主持人是公演让冲冲两机，哎，来，坐对吗？是试看这样，哎，啦哩啦啦哩啦啦哩啦啦啦啦。住哪次啊？数十六嘞狗啊！嘞狗的，你到从哪狗啊？从上流到哪？真的是乱唱，果然是作曲者。你主持人都一批出，你还吹？你们几个入围金曲奖？爱按的20人演的经验，哎呀，爱甲安尼烫烫的，烫，爱吃多闹热嘴冲都较好。爱放实在吧，正给闹热嘴，真的太有米头。我们走的是合音的，係厲害嚟講，記到下記到用法厲害，專業就是。厲害，記到下厲害，因為記到體育機到體育機，從個數目全部強用，全部係體育機。用機嘅人係強用嘅，用機到一機是對。記到講高大人，叫高大運咯，啲後面高大運咯。對，感覺起來，人家創的真的太有米頭。哎呀，所以他們要給紅包了。對，來，一個人發一個，君子之爭啊！給他們一點掌聲。我們謝謝，我們一起謝謝燕燕老師啊！
祝怡老师端午节快乐哈！大家节快乐！好了，我们下一位关主是谁？我们请他出题来。哎呦，欢迎来出题，泰德比，耶！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人间国宝，人间国宝，感谢，人间国宝，上个世纪末的传奇。那刚刚白娘子走了，我是法海出来了。法海，老哥跟蛤蟆老师一样就对了。哦，给你法海，他是法海的转世。法海兄弟，法海兄弟组。还有叶老师真的在我们歌坛贡献真的好大，没呀，真的。民国跟死团。叶老师的歌词真的就非常有诗意啊，对，就很有画面。真的，音乐性也充。以前他的歌真的如数家珍呢，真的。今天先来一首歌，本给他的接唱啊，你好不好？两队的接唱呀！哎呦，接歌题就对了。用最接唱，做对吗？就是你唱，然后我唱到哪里，我哔一下，然后就停掉。加飞机就好嘞。是加飞机。让大家了解，都是耳熟能详的。看谁接的比较准，就比较准确。没有啊，没有抢答，要抢答，看谁抢到。冲大家冲比他就要回答那一句。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叶老师，你想要先带来你的哪一首？经典的歌会太多。经典就是会选那一条。那个抬头会看到李白。杜甫、李清照那个乡间的小路，他们也走在那条路上。只是他先去的，他们先走。乡间小路，这首太棒的歌了。经典的一条乡间小路，来，哎呦，哇！你看这前奏，哎呦，这个吉他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不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。那一代他差点撞到机器哎！不，来挑事。我怕机器有事，声音哦。好来，哎呦，脑烟吹，叫他来，请一起唱，来。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。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把锄头在肩上，不同的歌声在荡漾。他们唱。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。小雨写在脸上，哼一曲乡军小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。唱到。来，他已经出来好几趟了，你知道？随温柔飘散的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嘿，他没有嘿，你有嘿，加分给你。要黑吗？通常现在都要加黑一下。你们以前那个时候录这首歌专辑的时候有黑吗？我们以前录这个专辑的时候，到这一定要一下的。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要滑音一下，对不对？这首歌最特别的是前奏，跟这个咚一下。表示贝斯弹得很屌的意思。好了，哎呦，那两队是。都答对嘛哈，亮竹啊，给吕特春一分。这首歌之前老师有把它改过客家版本哦，大家有没有想听一下？来，重赏客家版本，客语版本，来，请大家多多学习，多拿来比赛，好不好？加轮演冲一下。这种经典的歌就是要有客语版本。大田绿马春我看，同日落日老爱做伴，一条大竹蓝蓝多林岸，
做一辆将润滑给去上，叫大王开简单，就用三个表数呀，从天上，你猜他的口袋有像空模样。用笑面对抗出的你强下来冲，自然有落色过千的无变容。准是希望落用手来风霜不冲，打造出变动引路雨路风。嘿，跳大把看简单。这梦同山高表素养，将铁山，你猜他的古代就像个模样。老师还有一首歌，那真的是红遍所有华人地区。最早这首歌是潘安邦和潘安邦主唱。对，你写的啊？潘安邦主唱。对，是因为从头到尾，它就是潘安邦的故事。这首歌是外婆的澎湖啊，来汉梦去过澎湖。真的哦，哇，今日佢拢爱讲嘛，讲了故事已经熊给发面。迄人国旗讲到了故事，还想还去个家婆。然后在花莲，花莲把花莲想象成澎湖。嘿啊，不过有点梦空中是花莲是向东嘛。嘿，太平洋。对，跟他那个潘安邦外婆，他讲的是马公湾的。然后他是潮汐，所以他看不到出生的朝阳。看不到旭日。我们在花莲看不到落日啊，我就把日出写成日落，日落写成。这样倒过来写。创作者的脑海中无限想象。无限想象真的没有去过澎湖，他竟然可以写出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。就好像以前刘家昌老师有没有？他也没去过中国大陆啊，但他也会写出青海的草原，一眼看不完。奇怪了哈。罗大佑也是没有去过鹿港。他也没去过鹿港，他不就鹿港人？没有，他不是鹿港人。妈祖庙的烧香，他没去过鹿港。他没去过鹿港。后来可能有去啦，下2个月的时间还没去过。好了，来第二首接唱，这一首就是外婆的澎湖湾。来 Q 澎湖毕业就抢答，好吗？好了，来，老师请了。轻抚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夜莺追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眉间的矮墙上，一片片怀想，也是黄昏沙滩上。来，是云琼的哦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这样的一半。哎呦，对了，来恭喜！轻轻玩，再多我不走向一回。我都还没吹你就先冲啊！我们听得太投入了。好了，哎呦，做对了哈！哎呀，走向一回暖暖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。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阳光，嘿嘿，沙滩，海洋，仙人掌。
哎呦，佳琪很厉害。哎，这有经验。腿最短，跑得最快。真厉害哦。对呀。冲狗没轻，对，佳琪很厉害。金头金头。真的。哎，外婆的澎湖湾之前老师也有把它改成。哦，来谈一下嘛。哦。哎，我们嫁婆跟澎湖湾。哦，嫁婆。外婆的嫁婆。澎湖湾，拍浪石沙滩，海无潮人坐山脚，斑马伊落赶轻车。错了花顺要爱冲动，上去上阵上赢。江水洋洋，咸咸的无通，就强两对白。艺术家婆，艺术作，艺术见来行。插中阳光，插中阴暗，暖暖的澎湖湾。日本剧电视播的小三，见到你的乐观。左往路东日落海天，南的江中的光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家婆的澎湖湾，有爱细细。太太的理想，阳光沙滩，快乐生命中，看见眼泪永远的光。哎呦，好好听哦！经典的各位做客家词，喊他有意思。真的。黑毛。尤其是嫁婆的感觉，真的哦，讲到嫁婆啊，感觉都冇共同的，更有共鸣。哎呀，嘉秋老师的歌好不好听？好。嘉秋老师都来了，他想要给你们红包，我们出个红包题好不好？叶老师，他不止以前创造出这么多的经典歌曲，那他这10几年来呢，他有一首歌常年都在学校里面。的迎新，唔单枪是公演，单枪是公演，时间就有，时间，迎新树一直都俩哈，所以就是从这首歌出来，一直到现在，所以为个好搞，对，每一次团康都没有变过活动，就是一直都用这首歌，所以你看，嘿，俩嘿，谁来谁没替扮演时给时间停车冲2条狗，这是把马子的歌啦，对啊，还要跳轮舞，一直所以你迎新的时候，你刚好就刚好缘分碰到了，然后就刚好跟他对个舞，哎呀，这景象啊，那是在讲廖主国各位。他可能都不知道，他背后有一个声音哦，改装的哦，原来那是哪个第一支舞？哪个第一支舞？哪个第一支舞？我在本该24来24末冲给后背很有雅的嗓，所以你是背后灵的感觉。我是 background 那个留声机，在讲我的心情，然后再写他们的现状。所以这首歌，如果我们听到原来的那个录音的版本，有你的声音，有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出来吗？听得出来。主歌的地方。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放的是原来的版本，对吗？原来的版本就正常的版本，但是有我声音的版本，但是那2个男生女生唱的原版的。他们拿来跳舞用的，这样。2条狗也听说会隆重的介绍一下第一支舞，所以它总共有3个主唱，3个主唱哦，除了那个杨海威跟周秉钧之外，周秉钧还有一个老 background vocal， 遥远的爸爸的角色，所以安雅还有嗓音，安雅做了像安那2队的朋友哈，对，你们各自用不一样的方式，各自编队，各自组合。第一支我会跳舞，对，温馨上来平推一下，跳最后给2组来发红包。好来，好不好？大家自己组队啊，自由组队。来自己配对，好不好？来自己配。来，爱中太久。慎重，大家付钱哦。
好来。哦，来，小康欣赏有请。第一支舞。哦。哇，真的是，哎，条板进你爱你挑。真的呀？对呀，都还谁来一片，谁摸一片。带着笑容，你走向我，做个有情的动作。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只觉双脚在发抖，音乐正又让人啰嗦，我却只觉灵儿红红，随着不断加快的心跳，踩着没有节奏的节奏。鼓起勇气低下头，却勇敢对你说疼。曾经见过的女孩中，你是最美的一个。老师，你要看哪一组跳的？热血开始哦！他自己是到热队还是？你是唯一的选择。要是能就这样跟着你走，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首，只要不嫌我你是唯一的选择。要是能就这样挽着你手，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首，只要不嫌我5分钟，你是唯一的选择。好 man 哦，雨涵。好可怕！天哪，感觉超危险！我现在就直接淘汰一队，这一队怎么了？啊，这一队一直讲，对。你这个男生啊，你他才是男生，超 man 的。而且打体琼陪我都迷，他很为难呢，真的，因为陈伟如一直在那边，然后佳琪又很被动啊，非常貌合神离，他很为难的表情。佳琪最后给他这样报道有什么感觉？有没有来电？有没有来电？心跳加速，很刺激啊，很刺激，很刺激哦，有中了，好像有点开花的感觉。有，紧张有昆情处吗？有昆情处，我是觉得很奇怪，是冠群报那个心仪，还要借花献佛，他要献祭的，把他当外婆送给你。我已经吃斋念佛了。对，哎，那老师你知道闹热队比较厉害还是？冇，给他分做2组诶，分出诶，分做5组，5组啊，直接是给单人奖嘛。单人奖哪5组？哎呦，就要给2杀2杀，对不对？一堆啊。最这2组就好，2组就好，这来2组，2张红包，西撒你，2张红包，西撒你，西撒，我觉得最特别的是，雨涵太伟大了。那个神力女超人啊！好，所以就只给雨涵就好了。还有一组，哎，拿回一组，还有一组比较。我觉得好不好？是你们这组可以直接不用。对，我们可以站后面一点。你们刚刚一直在跳的时候有碍观瞻的。就有点不舒服，知道吗？你看是在这2组当中要选一组。要2组吗？但是廖组是这样的，我是对心仪的，我觉得他舞跳得很棒。但是冠群实在蛮烂的。所以就是加在一起除2了，就有拉低分数的那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啊，2组嘞，老鼠屎啊，人家已经搏命演出了，而且他好像把一辈子的幸福也一起交付出来，真的，面露为难表情的交给他，就是百年好合，百年好，恭喜！至少荧幕情侣的，我节目要欢乐，是啊，真的祝福2位，真的白头偕老啊！哎呀，永浴爱河，对，早生贵子，感情可以慢慢培养，好不好？哈，现在的法海，当代的法海要自做一些功德的事情。什么紧张？好来，我们
谢谢大家老师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来进行下一个单元。下一个单元，耶！新款花的单元，来，爱中开酒。开酒很宽的哈。游戏规则你看讲的啦。老眼吹先讲啦吼。哎呀，老眼吹俩有两味啊，啲地位度有冇？睇这个，睇有看到几种啥？当红嘅三副当红有大嘅纸有冇？你嘅擂台吹呢就来拿这个纸。地位度有种嘅哦，有40种嘅图片，图片呢就搭在头前。哦，其实神风唔单止有生物种啦，唔单止啦，有其他嘅图片都不算。擂台吹迄个是你给他神荡风腾亮的图片拿出来，还有种的吧，就比搭在头前15种，15种，就养我们计时哦，算时间嘞。所以这个闹热队先攻。闹热队先让他们开始攻他，然后你们来抢他，好不好？出来抢一下，还有廖姐，这个会使用吧？会哈，所以我不用动。女生算痛的，会痛吗？很舒服，舒服的，脸不会痛啊。我要动吗？球棒队啊，球棒队。我要动吗？不用，哦，我还不用动。你不用动。哎呦，击败，尽量打，好不好？尽量打哈。哎呀，一次只能撕1张哦哈。擂台吹有了解吗？我还不用动。一张哈。水边生物了解了哈。好 ，OK。上身后开始。计时开始。15种，他掉在头前哦。110种，不着了。有这个种。为什么你们只过1个？4、6、7、8、9、2、4、6、8、9、9种，来，时间那个长，49秒，49秒，好了，49秒达成这个任务哈，哎呀，拿到15张的粽子牌，赖文竹，你可以把眼罩拿下来，可以了，一直打他，你们2个一直互相攻击是怎样？你气他气很久了，哎呀，大家刚开始都攻击他而已。对啊，为什么你们的战略策略老师讲的哦，刚刚因为哈，这比较有力的有没有哈？先让他自己花时间去打，乱了之后他头就会晕。先攻击一个。耿恭宇他没有力的时候，过去老师很喘，学到了，过去就攻击了。搞2个点哦。刚才擂台队有一个策略呢，所以我们闹热队知道了哈。敌了哈。好来，79秒，好来，我们攻守交换。攻速高温。好了，攻速高温。擂台吹拍出伟如，还有一盒。哎呀，好，2位负责攻了哈。哇，我感觉伟如应该是赵雨涵的那个鞭炮。哎呦，雨涵有没有？一个大男人你就拔起来了，一个大男人的腕力有多大？对啊，你可以背我吗？不知道哎，吃宽他。你刚刚是怎么背他？他就是直接跳上来的，然后脚跪在你背后。但是你要绷紧，你要。绷紧罗哥绷紧可以吗？那你背他可以吗？我吗？你可以，我不行，我会怕。你背他也。摸啦，有人会讲哎。好了，闹热队负责抢啊哈，刚刚49没有，好不好？强勇15种。刚刚做杨吉啊，对吗？好不好？好嘞，15种哎。好嘞，加油！少身后开始。加油！
你干嘛打我？你打到罗哥，你刚刚还打到我这里，小小罗了，打到小小罗了。对啊，虽然罗哥现在不用，也不能乱打。还真的有中哎！哦，害我丢一下。罗哥精神都来了。我看可能会 OK 了，完了。陈伟如也是。哦，33秒。哎，你捞下去呀！耶！好了，再一个加分题啊！加分题是不是？好，这个带下去啊！哈，哎呦，看到我阿公在对岸啊！才能第一，用手，你看我们家的龙比较大，要修。来，好，放好看拿到什么歌？哦，耶！你想来爱人在哪里走？每张的山有啊！你试一下。找到魔王，嘿，感谢孟达哈，感谢孟达，咬牙切齿，我觉得这个端午佳节哈，周队本来哈有些 bonus 哈，bonus 还 bonus 吗？周队可以合法的那个打人攻击主持人，甩棒子，可以合法甩棒子，对，哎，你们要小心我的肉出来的眼光，你想多久了？你有想很久了，每一次都希望我们摆低，对不对？摆烂低，哎，不过你用啥币？所以要让他们站台一下。来下一下赌注，我等下捐出我的红包。快嘛，赢我养。养咧有3隻紅包啊！養跟贏有3隻。贏有嘛？搶3隻，你都演有啊？唔負責打你呢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們要被你打，還要給你紅包，像話嗎？對呀，那你也太好賺了吧？對啊，對不對？哎呀，這個世界哪有那麼好的事情，可以打人還有錢可以賺？哦，哎呀，通常都是被打的。嘿，有賺錢，有賺錢，對啊，所以就是我們賺錢，合理吧？合理。周隊，先請他們站台一下，站隊一下，賭一下。比賽開始了哈，要讓他們站隊啊。那老師麻煩，先帶一下啊，站隊嘛，看誰會贏啊！我要捐出我的紅包。這個帶下去啊，哈，哎呦，看到我阿公在對岸啊！才能第一，阿公第一。周隊長哈，哎，我們還需要你呢，我們節目還需要你，不要氣啊！去跟阿公打個招呼就回來。觀眾了嘞，所以你們要壓哪裡？要壓我還是壓他？來，給你們做抉擇。來，是不是？但他就會拿到3個紅包，然後不要看不起我。好吧，運動前啊，會反誰？好啦，哎，持續多久？看你能多，看我們多久。我們拿3張，有沒有3中都會。啊，你們如果都不拿，我是不是要這邊揮棒？沒有，我們是節目哎。對，我們有那個運動家的精神。因為我覺得這是製作人會耍出來的手段。我太信任他。你誤會了，你誤會了，他這次沒有這樣說。可以啊，好了，那你認真一點了。好，我認真了，我認真。拿麥克風，來，麥克風拿起來。來，安勇，我們要先到後面哈，來。好來，預備，計時開始。打到南邊嚟啦！
对，很久没有这样运动了哈。好，好不好玩？跟弹琴哪一个比较好玩？当然是弹琴比较好玩。很难穿的。太棒，做的很远。好了。那你就继续带着跟阿公去了哈，跟阿公去了哈。吃这行，吃这行，吃这行。阿公，哦，是吗？谢谢小康老师。好了，好，来我们看下一个关卡，马克同学。来，新的单元，用双语 KTV。哎，没做过龙珠 KTV 啊？龙珠啊，龙舟 KTV 啊。龙舟 KTV 啊，前面可以有10多种啊，那歌词。有4种歌词，歌曲啊有歌词啊，歌词都好有填空嘅地方，啊拿到以後啊拿到一片來創，我有蠻講的嘛，倆鬧熱吹哈，鬧熱吹先攻，然後我們擂腿吹呢，手上拿着棒子有沒有哈？鬧熱吹就顯閃避聳甩，有冇？上傳之後呢就一起往前跑，上船，那往前跑呢，拿了那個回來以後呢，第一位呢就來這邊，就來唱歌，然後候補一位在這邊等着，倆一邊有高管。哎，就得分就高的跟修行行業，冇得分就放棄啊！下一關6題就過關嘍，大家第一嘞哈，好了，第一嘞，那我們鬧熱隊先來了哈，先上船嘍，好嘞，好來，羅哥自己吹哨子啊，可以嗎？幫你老人家，計時開始，哎，預備備，開始，TV，羅哥拿到哎。倒退路啊，倒退！对，聲音哦，來，請一位遞補上來，羅哥來。上夜的熱天，正是4點，打板3來過新年吶，有對哦，來，你的氣，快！來，下一組係心意。安用就鬧熱吹得到1分咯，心意拿到1票誒，好倒退，來，退，可是我心底的名字，你藏在山峰的位置。可以不用唱的吗？要不是这样，我怎么过一辈子？我住在霓虹的城市，我这飞上天空的地址，你可以翱翔。啊！呀！你可以等到闹热吹，放棄！趕快補他，快點！我們可以提詞啊，快點！放棄嗎？有冇算時間？放棄！快前進！來，然後你歌曲。哇！對啊，突然太急了。會敷衍嘅唔記得咯。倒退回來，然後歌曲。請遞補下一位。來，我另邊，在乎人。來，你看我只會做的開始看哦。我另邊，在乎人，我的心。等着一切上上，等着一切上面。紅隊可以補啊！走對，加油哦！來2題，聽哦，來倒退回來，先拿到。來，鬧熱吹下一邊，請遞補，來，謝。來2條歌誒。哦，繼續走。點在你的心邊，叫我吹天上升，我感覺高到幾個人。來3邊，好，然後我彭思源，3題嘞哦，來彭思源，下一位遞補，來，思君啊，聲音哦，好，來，下一位遞補，鞋子都掉了。小你好，现在我们这些武力真心比外星人充满那个武力在，不了你的外星，决定最大世界。還有西組嘞哈，4組咯，哎呦，這組還蠻強的哦。來，也係滿足聲音哦，西題嘞，好，來，下一位遞補，來。滿足聲音，來，我兩天都叫領導，有啲少年家都打，好不好？好啲好咧，聽我唱等等，但係登記嘅時候那個，我有領導，因為我唔敢放你，因為我目屎流。
5题，还有一题，已经中5题了，中5题了吗？吉米一个1题。哦，现在已经中5题了，来，旭加油，就差你1题哦。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4分02秒。哎呦，4分02秒，厉害！答对8题耶，辛苦了哈，辛苦了。6题，辛苦了。还好我有玩到1题。哎，有搞到1题哈。哎，这个等下我唔得。我改了。哎呀，看唔会甜哦。好，哪1题？听听哦。好，1题啊。哎，好了，那我们攻守交换了。来。老年水叫做4分02秒，哎，4分02秒，空一嘿，好来哈，也看牙吹都拿到一顿。哎，6律退吹，好了，加油，我们有作战计划哈，大家记得赢一哈。好来，各就各位，上船。哦，来，上船。哎，还好你没有坐后面，你坐后面会撂狗链。不要谁给我配的音。好来，计时开始。速度有点慢哦。我们家的龙比较大。要修。怎么样？好了 ，OK， 来，好，放好，看拿到什么歌。你上来爱哪里走？每张上有。你试一下，你们冲！头发快！放弃！有的有。救命哪里风啊的有。你们尽量抽时间。加油！一号加油！好，准备了。亲爱的别人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在说我愿意吗？对吗？确定？在说我愿意。一幕情侣加油！来，厉害了，加油！还要跳一个这么远的干嘛？真的。好了，不要塞梗了，赶快回来。我觉得佳琪跟伟如好像真的不太适合。来，下一位地补。好来，就请给我手掌最后约定，从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情。准备开始。好，已经答对3题了。加油！杀人成立，陈伟如，你不能专心的回来再看。颜柳光。下一位地补。甜了哈，甜醋，醋等糖的故事慢慢讲。不会哈。跟故意懂喽。冇聽到。本該就故意懂咯。他的船航线已经歪了。来，嘎起，用斷了。這個船對他來講有點太大了。雨還準備泡了145拿。
哎，还没到，蛮多对。来一题嘿，杏鲍菇，还有什么心会亏，我的心会亏，我的心会亏。请求你，我的。有吗？花bình安安，花bình安安，答对啦！还有5题了，有5题了，还有5题，不愧有金曲歌手。哎呦，真的厉害哦！马老师有下一位地补，来，蛤蟆老师。哎呦，你讲，来，三月讲大下，讲古的老人家哪去的？讲古的老人家哪去嘞？有屁眼里面7分24秒。我们赢了！几条羊嘞？4分人你啊4分24秒，还有4分。哎，不過千厲害呢！但條歌都團隊，唔係團隊人，是實力。哎，對，我們剛也是拉一首歌而已。對啊，對啊。哇，鼓勵哈！好了，那我們撈得隊贏了，好嗎？撈得隊贏。安尼就可以下一個單元，安尼這個我搞乜東西啊？貼片的一個單元。哦。加分題的單元。加分題。哎，對，加分題了，看有加分了。用算連坤。好背路。哎呀！那怎麼辦？哎，我現在插哪裡？我現在插哪裡？哎呦我的媽呀！用算做上局。3天。再拿一個新的。榴蓮。哎耶！加油！行啊！加油！哎，我們快贏了，我們快贏了！哎要打單元了，用算連坤。不太好預兆哎，團隊。哎啊，斷得好。哎，兩種版稿，你知道？兩就Andy用吹某 Q 用色有沒有？我們3個顏色，3個黃色就一線。我們就賓果就贏了，就連看沒。第7把以後呢，就可以把自己的旗子換位置，然後看有料給。太給他低了，大家天才。反正連成一線就對了。對。好了哈。但他，你不要前面，你不要前面。哎，你那麼計較。很計較。哎呦，好了，預備，去。1、2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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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拍谁啊？旗子掉了是吧？好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插哪里？我现在插哪里？我还插哪里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哦，来，快来，快点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。哦，看到没？加油！1、2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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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耶！回来，回来，被玩弄了。我们要有风度。海谁啊？我跟蛤蟆老师拖累大家。老师，你刚刚是用走的吗？他们还有让我们，我这个打从一开始就是气质路线。真的。对。所以这个啊，这叫输在起跑点上。对，里面派的第一位哈。对啊，速度太慢了。你有没？还有更慢的。还有更慢。老师是用走的。金串哈。制造打飞在有输。哦，真的呢。还买的年过。你高了。年过半百的人还高啊呢。
某来，你是太多钟的，不然你运通一下。运通呀，运通。罗哥这么喘。真的很喘。有一个某一个搞有新标有冇？哎，好。好了，那这个单元算我们闹热对阳喽。好嘞，那我们看下一个单元的哪个东西啊？来。良顺照相局游戏规则，两嘴分别出发，到每关要完成指定的任务。任务分别由第一，用身体压绑起两粒结果；第二，老球的对第一只水皮的碰到第三只水皮的；第三，老大夫的桌上底老脱下来一摆；第四，设提一只沙琪玛。最佳叫上对方，能够将其的抢下来的嘴就做得赢到比赛。第二个单元都两顺照相局。哦，相局赛都差。哎，冇错，两嘴准备好咧。家下嘅规则也已经喺节目当中前面有秀出来了哈，大家第一要教啊，第一啊，系啦哈，那你们高兴哦，擂台出去，享受奇人之拍你落去啦，来，手斗，迎接我，分享筹，制作单位体恤我哈，这个半百男人，他一组哎，是呀，他一组哎。还组还有，懂演哦，我们先示范给你看呐，黑某。好吧，如果你们赢了，哦，我就不用玩了。冇，强要搞啊，还有那会闪避啊。好了，好了，预备。1、2，来，轨道。加油！停！三姐，再拿一个新的。他姐，刘爷，哎耶！师姐太快，加油！行了，加了！加水！加油！行了！我们快赢了！来，赶快抢旗！快点抢旗！快点！有变吗？满脸都是。那你比较吃亏啊，缺那个冷水，对不对？我家乡啊，就感觉讲啊，水甜不赢，因为人家水有鱼啦。我吃泡那两鱼拍到够完，没有关系，我要把这耻辱留在脸上。哦，你这样比较梦幻美，真的，还不错。好，那这一阶段闹热对阳啊！下一组来攻守交换，好嘞。好了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加入。来，有请罗斯峰名主持人，请上船。好来，赢定了吗？对，那可不一定。你是老鼠屎！莫乱讲，这个情感讲，哎呦，准备哦，要自己吹 BB 吗？你自己决定时间了，预备，开始！加油！好，心意，来，吹，来，1、2、1，慢一点。来，不要都来了，加油！好啦，
太简单了，太容易了，按键单。好了，养了还要那个，因为还要卖乖一下，是啊，我们给罗哥10秒，来。啊，可以。罗哥很强，他刚刚这样子伏地挺身冲他是表演给你看，有在练。对啊，因为要知道你的视线就投射在身上。哎呦，然后心宇的吹也很厉害。好，再一回合。好，再一回合，好了。好了，攻守交换。搞不一下。好，恭喜你搞不嘞！谁没吹？谁来吹？谁来啊？一环变谁来啊？男人有没有？比男人还厉害，还可以背男人，真的。对不对？好的，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就开始喽！好来，预备。加油！擂台吹，加油！走得，快点！走得，加油！继续！加油！用冲的，下去，两颗，来，加油！加油，一恒，加油！轻点，轻点，再加水，车做什么？好厉害哦！快！下一个不是换位置，要追到了，加油！没关系，不要勉强。来，准备，好了，回来，最后一个，快点！要不要换一颗气球啊？那个气球没充饱。你这样怎么给佳琪幸福？加油！可以抢到了，快点！哇，太厉害了！一晚上都按辛苦。你要不要笑？老弱残兵哎！刚刚看他们两个这样吃东西啊，发现如果男生跟他们在一起，应该会很快乐的。很快乐是，我觉得陈慧茹也给我很快乐的。哦，真的。好，辛苦啦。哎，有意吹，比多呀，这个分数应该出来吧？哎，我统计一下。统计根本要分数，安尼休息一下，不然之后咱们就统计一下。好，来，好，休息一下，来。分数统计出来了。来，老年缺15分，哎，你擂台缺11分。恭喜老年缺！我退出不惩罚了。惩罚。对不起，拍谁太轻啊？我们的惩罚这个很简单啊，很简单的，根本不痛不痒啊。是吗？对啊，就是拿胶带粘你身上的毛除毛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，我们叫它是什么毛？鼻毛哈，来，来，哎呦，太轻都跌破了哦。那我们赢的哈，找输的，个人找一个对手，找好了啊，OK，好，一个一个试啊。全力呢，心宇开始，好来，陈碧，很简单一点，从下面哦，手下面哦，哇，那个声音很高，哎，你的鬓角没了哎，除毛哦，这个有点像那个蜜蜡除毛，对，哎，现在脸很亮哎，很有光泽，有内的，对，沙蕊，不然你给蛤蟆欣赏。蛤蟆老师，你贴哪里？我没看到，好，不是，你应该贴这里。眉毛，哎呦，真的没有毛了啦！我们就靠这个吃饭。有点像退热贴，我会温柔一点。这样真的没有毛哎。哎，
真的拔毛哎！哎呦哎呦！会痛哎，真的会痛哎！真的有毛，真的有毛嘞！哎呦哎呦，手下留情啊！哎呦哎呦，天哪！对不起啊！哎呦，你看牺牲多大哎！都是罗哥。好了，杀了，佳琪哈，先，让他一次痛快，好不好？哎，太慢了啦！哎，他很温柔。你好温柔哦，你不是的。痛啊，好善良。你的温柔这样子是不对的。没有，大家玩游戏都玩的，你们赢了就好了。对，赢了有钱拿。惩罚只是个形式。哎，不是惩罚就是要到位。好了，到位是不是？好来，好，雨涵来。5败，我的5败。到位还是味道？1、2、3，有够狠！哇塞！你这样对背过你的男人对吗？你很狠哎，真的很狠。天哪！怎样？什么感觉？真的吗？你现在感觉上有点像长猪头皮一样。猪头皮啊！哎呦，来，亲密一逼。哎呦，不用跟杨文昌了。你们有呢？要说哎，有啊。他有病讲，懂吗？懂头啊，懂头。你懂用好不好？不用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他应该是要放下面的。对，放下面。胡子比较多。好了，那你就这样。哎呦，这边坐这边。冠军交给你了。好，我数1、2、3哦，1、2、3。好啦，终于当夜吹，哎呦，辛苦嘞。端午节哈，大逢端午节，咱有办法团人家来来搞神气的，欢笑。哎呀，真的哈，相信观众朋友要看到非常的欢喜啊！哎呀，今天大家开心吗？开心。累不累？累不累？累不累？不累吗？好了，哎呀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啊！端午佳节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！端午节快乐啊！哎呀，下礼拜莫唔記得咯，一定要準時收看呢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來。